大家好啊，又翻嚟講是講非，我係 Gino 啊。喂，今日 Gino 好少嘢講，今次俾佢講翻多少少先。好，其實嗱講咗 TDN 咁多啦，但係另外有一樣嘢都想同大家講下。嗱，香港最近發生咗一單嘢，其實澳門都有機會發生嘅。嗰樣嘢就係香港叫八達通啦，澳門叫做澳門通，其實有個私隱問題喺度嘅，即係個人信息嘅問題啦。係啦，冇錯。咁其實我哋會將我哋嘅身份證啊、credit card 嘢都會填咗資料落去俾嗰張澳門通嗰邊嘅負責人噶嘛。咁當中會唔會俾人將我哋嘅個人資料賣俾其他公司？嗱，呢個真係唔清楚啦。但香港已經俾人揭發咗，咁而家香港嗰邊都已經有人受咗把噶啦。但係私隱專員嗰邊咧都係落咗警告，但係冇得做任何嘅法律行動。咁啦，其實咁大家點睇呢件事呢？專頭講下。我覺得啦，咁我自己都有澳門通同八達通嘅。咁八達通咧就只不過買嘅啫。咁澳門通咧，我自己都係學生啦，咁我都係用學生卡嘅。咁喺申請學生卡嘅時候，我自己又冇諗咁多啦，咩賣資料嘅問題。但係到依家我反而真係會擔心我嘅資料，可能地址啊、身份證 number 呢啲、電話啲嘢會唔會俾人賣咗去第二間公司呢？會唔會俾人賣咩保險公司啊？點解成日咁多保險公司打電話嚟我度呢？咁點解好似有好多人都騷擾到我啊、寄信啊等等咁嘅嘢呢？咁我自己都會有個憂慮喺度咯。AB 咧，嗱，我就暫時冇收到呢種咁樣嘅情況，但係其實你話類似嘅事件喺澳門其實早前都有發生，就係話澳門即係其實係一個國際性嘅網絡營運商嚇，一個搜尋器嘅營運商，咁佢喺全世界佢拍一啲嘅街景，咁結果咧就俾人投訴話喂侵犯私隱，咁結果澳門嘅情況就係話判咗就係暫時就唔準再做，所以你會見到嗰個搜尋器嗰個地圖功能裏面咧，新馬路同埋新口岸以南咧，你係暫時係影唔到個街景，其實應該係嗰個禁令係阻止咗佢繼續拍落去。咁其實我覺得啦，咁嗰個所謂軟件啦，或者一個網站啦，我都成日都會去 search 啦，同埋會去做少少可能工作啦，有關於嗰樣嘢。咁我覺得既係你咁樣做，可能影嗰啲街景係會方便到我哋啦，唔使話淨係睇地圖好虛無咁樣啦。見到個街景就實際好多，甚至話可以喺旅行之前去睇下啲街景啊，睇下最起碼唔會蕩失路啊嘛。但係我覺得呢，就私隱始終要保障咯，因為見到不止澳門啦，台灣啊，甚至香港啊、大陸咧都已經發生咗好幾次呢啲咁嘅事噶啦。所以話咧呢啲嘢要小心。咁其實做唔係話唔得，但係真係有啲嘢要大家去小心去注意翻。嗱，講起網站啦，其實我哋有個網站同我哋息息相關嘅，都發生咗一個私隱外泄嘅事故。嗰個就係我哋每日必 check 嘅 Facebook。咁佢就話點解會泄漏咗我哋啲個人機密，係根據咗啲Facebook 嘅小遊戲啦，譬如好似啲開心農場以前成日係咁種菜嗰啲咧。偷菜種菜嗰個遊戲啦，咁佢哋會將嗰啲小遊戲嘅公司會將你嘅資料再掟俾嗰啲廣告公司，再將你嘅資料再分發俾其他公司，即係咁將你嘅資料向外散發、再散發、再散發㗎。咁其實呢個係突然之間凸顯咗一個私隱問題㗎，私隱安全問題㗎。即係究竟我哋平時使用嗰啲社交網站會唔會真係好乖咁啦？即係你話明你嘅資料只係俾你自己朋友睇啦，但係實際上唔係喎，係將你嘅資料啦、你朋友嘅資料啦推俾好多公司。係啊，其實有玩過呢啲遊戲嘅人其實都知嘅，即係佢撳第一個掣就係你要同意將所有你嘅個人資料呢，就係俾佢用咯。係啊，咁就如果你想玩嗰個遊戲嘅話，咁一定要同意嘅。咁呢啲條款真係幾魔鬼嘅，係嘛？魔鬼就緊㗎啦，唔係點氹你入局啊？仲要抵死係一樣嘢，你玩咗上癮，你唔玩唔得。嗰話先大鑊啊嘛！即係你一開始咗之後，你一玩開，你不斷有邀請朋友去加入遊戲，咪將你朋友嘅資料不斷嘅散播咗出去咯。即係其實係
我哋助長咗一個犯法嘅行為啊。咁嗱就係一樣嘢 ，Facebook 嗰邊亦都發表咗呢個道歉聲明㗎啦。佢就話佢哋對呢件事表示遺憾，同埋向客戶道歉。但係佢點收科呢？佢就係好輕輕帶過。咁其實有冇辦法去追究佢呢？呢個真係要問下啲朋友先清楚。阿 A B 你覺得點睇啊？嗱，如果類似咁樣嘅案例咧，喺美國或者喺香港咧，就經常會出現一種嘅集體嘅訴訟嚇。咁當然啦，有啲訴訟即係當然有啲性質會好嚴重好多。譬如話喺美國前幾年一套電影叫《伊人當自強》，佢講嘅嗰個故事咧，就直情係嗰啲金屬啊、重金屬咧，就入咗啲水裡面，然後咧令到嗰啲居民咧係自縊。咁結果咧，嗰個女仔咧就好堅強，咁就幫呢啲咁嘅居民咧一齊去進行嘅集體訴訟，就告贏咗嗰間開礦公司。嗱，所以話每個地方都有佢唔同做法啦。但係而家美國嗰邊唔知會有訴訟，香港應該會少，因為香港打一場官司下下都話成千萬嘅，即係如果係大型嘅官司嘅話。咁你要明白啦，呢啲通常香港打官司打律師啫嘛，唔係打乜嘢，揾個大律師都嚇死你，加埋堂費真係嚇到你驚。但係澳門方面反而少啲官司，係咪可能個司法程序有問題，所以會好少啲咁嘅官司呢？咁澳門其實司法嗰個效率好多年嚟都有講㗎啦。今年司法年度開幕，琴日開嘅，其實都係仲係講緊呢啲咁嘅老問題。咁當然另一個問題就係話喺澳門咧，因為我唔知係咪同澳門嗰個法律體系有啲關係。香港或者係美國係屬於海洋法系咧，對於呢啲咁嘅嘢咧，司法覆係一個好常用嘅工具，去即係提請問法官，你點樣去解釋呢啲法律上面嘅問題？你點樣去睇呢件事？即係用一個法律嘅角度去解釋翻法律。但係澳門佢始終係個成文法地區所以。其實咧，我覺得咧，澳門呢個司法系統咧，佢唔係法官話事嘅。係啦，就係所謂成文法。佢係即係行政主導啊嘛，話晒。未必關行政主導事，主要係嗰個法官喺判決裡面，佢只係能夠多數情況之下，佢只能夠係按住嗰個法典、5大法典或者6大法典所寫嘅東西嚟去做判決。同海洋法係唔同嘅。咁即係如果要有咩問題，咁就都係上到中央噶咯。如果係憲制性嘅問題，我諗而家唔係一個憲制性問題嚟嘅。我舉例啫。起碼喺立法上面係會會去到立法機關嗰度咯。同埋仲有一樣嘢好緊要嘅就係話，喺澳門請律師，即係對於呢某一啲嘅法律案件，我唔知澳門嘅律師有冇咁嘅膽量去接啦？其實都幾貴嘅，唔係貴唔貴嘅問題，係個膽量問題。所以話好多法律都係冇，即係好多問題冇用到法律解決，就可能咁某啲原因啦，就咁嘅原因冇去用到法律去解決啦，咁就私下解決咗嘅。嗱，講多樣嘢啊！嗱，本來應該今日會好擔心一樣嘢嘅，因為話晒有個超級颱風咧就會打到嚟澳門嘅。又唔係超級颱風，係接近超級強颱風啫，即係佢係強颱風時速180公里左右啦。亦都係計1960幾年，好62年係嘛？62年之後另一個最強嘅颱風。咁咧本來就話會好大機會喺今個星期5、6咧就會打到嚟澳門嘅，但點知啱啱收到消息就話佢轉咗彎往東走，如果打唔成。咁呢個現象咧，香港咧就戲稱為呢個李氏力場。咁點解咧？就係話就話某位李姓商人咧，咁就即係話說下，咁就為咗令到呢個天文，即係令到呢個工人咧係可以照常翻工咧，股市照常開市咧，咁佢就發功嚇。咁就網上呢個係網上嘅古仔嚟㗎嚇，咁發功咁好似諸葛亮咁樣預線關根咧，咁就將個風咧就調咗去離家樹，咁啊所謂叫李氏力場 Lee's Field 啦。嗱，澳門都有可能有力場，嗰個叫何氏力場，講下笑啫。其實澳門反而真係掛爆風機會大過香港好多。點解？因為個風係向喺我哋喺個風嘅西邊啊，香港係同個風應該近啲喎。點解會咁嘅咧？嗱，好簡單攞翻個例子啦。嗱，時間其實唔多噶啦。嗱，因為前幾年咧，澳有個風澳門掛爆，香港掛3號啫嘛，
就俾人話佢戲稱佢話，哇點解澳門打晒8號，香港就係掛3號，最強3號風邊嗰陣時講，所以先至話兩地個天文台個決定係好有問題嘅。咁話點解澳門個會打8號風球，香港會掛3號風球？咁所以先俾人戲稱係咪李氏力場作祟呢？就所以咁解啦。嗱，但係打唔成風啦，可能對某啲朋友好失望嘅。但係我希望一樣嘢啦，如果打成嘅話，對啲低洼地方嘅商戶有好大影響。咁我其實望打唔成好啲嘅。其實我諗，就算你打唔打得成，都係屬於一個問題，就係3日雨。咁3日雨嘅後果，其實大家都應該要預咗捱季賽㗎啦。嗱，所以大家準備應該捱幾日季賽啦，冇乜辦法。咁啊，其實時間都差唔多噶啦，咁不如咁啦，下個禮拜我哋再同大家再傾下偈啦，睇下係咪真係生日季賽啦，嗱，睇完再講啦。OK， 好啦，唔阻大家，時間就差唔多，咁我哋聽翻隻歌啦，咁同大家講聲，拜拜。我勸你早點歸去，你說你不想歸去，只叫我抱着你。悠悠海風輕輕吹，冷卻了野火堆。我看見傷心的你，你叫我怎捨得去，哭態也絕美。如何止哭，只得輕吻你髮邊，讓風繼續吹，不忍遠離，心裏極渴望，希望留下伴着你。風繼續吹，不忍遠離，心裏亦有淚，不願流淚望着你。過去多少快樂記憶，何妨與你一起去追，要將憂鬱苦痛洗去，柔情蜜意我願記取，要強忍你情淚，未許他鄉下睡，愁如鎖你頭醉，別離淚始終要下垂，可以令你快樂，你也令我痴痴追，你已在我心，不必再問記着誰，留住眼內每滴淚，為何仍斷續流，默默誰